大家好，我係蘇少聰，我係一邦國際網上種調中心嘅主席。今次我好榮幸，我哋機構亦都好榮幸能夠參與到今次呢個油尖旺區嘅調解服務。咁首先乜嘢係調解先？咁大家如果有爭議，透過打官司去法庭都有試過解決爭議，用法庭嘅方式。咁呢個係一種方式。咁你會發覺打官司去到最尾，個法官要判邊個啱邊個錯嚟去解決呢個爭議嘅。咁好多時咧喺經驗咧，我哋發覺咧，就算透過法庭打完官司去解決咗個爭議，佢已經由於嗰個程序、時間、金錢同埋最終係要話邊個啱邊個錯呢個咁嘅判決咧，已經係傷害咗原來雙方當事人以往嘅關係㗎啦。咁佢哋可能係家庭關係啦，可能係好長期嘅合作夥伴啦咁樣。咁而調解咧係一種另類嘅爭議解決模式，佢係唔會牽涉到一個法官去話邊個啱邊個錯嘅，佢咧係會牽涉一個中立嘅調解員，係考慮嘅係雙方共同利益同埋往前繼續維持佢哋個關係嘅情況底下，有啲乜嘢嘅可行方案係可以令到雙方都能夠接受，去解決到佢哋面前嘅爭議嘅。咁呢個咧係一個比較和諧同埋和平同埋唔會產生進一步矛盾嘅一種解決爭議方式。咁呢個亦都係喺全世界過去嗰10幾年咧係越嚟越受歡迎嘅，亦都係非常之適合我哋中華民族同埋東方我哋愛和平、愛和諧嘅呢個咁樣嘅傳統嚇。咁一邦咧不單止係能夠係提供傳統嘅調解服務，我哋亦都推動線上模式同埋用高科技去提供一啲產品，去令到呢一個調解服務咧係更加受歡迎、更加快捷同埋更加平。咁例如咧就係喺一啲情況底下，雙方當事人可能唔係喺香港，佢哋不能夠同一時間約定時間喺某笪地方、某個時間點一齊出席一個調解服務嘅情況底下，我哋可以一個線上嘅模式咧，係全球都可以咧將當事人同埋調解員係可以透過線上同一時間可以舉行到呢個調解嘅會議嘅。咁而同一時間，我哋亦都諗到有唔同嘅語言嘅當事人。有啲當事人可能咧係講中文、英文、普通話，或者咧喺油尖旺區呢度，我哋有啲尼泊爾語嘅、印度語嘅，同埋一啲少數民族語嘅語言嘅一啲當事人咧，佢哋如果參與呢個調解服務，要一個另外嘅一個翻譯員在場去翻譯咧，咁亦都係一個時間同埋金錢嘅花費。咁我哋咧啱啱先至展示過我哋嗰個我哋個智慧翻譯嘅一個工具，去俾一啲尼泊爾語同埋菲律賓語嘅當事人去試嘅。咁咧就係容許佢哋咧開調解會議嗰陣時，可以用我哋個系統即時翻譯佢哋講嘅話。咁另外個方當事人就會用佢用佢合適嘅語言去明白嗰個對方究竟講緊乜嘢。咁呢個做法咧係慳到大家好多時間、好多錢。咁我哋希望咧大家咧可以採納我哋呢一個呢個服務。咁亦都希望我哋能夠咧對於油尖旺區往前有啲社區嘅調解，我哋能夠出一分力。咁希望大家支持我哋工作，多謝。